台中后里七星公园区早起有2个工人对营架顶头摔落来，一个骨折，另外一个把失去性命现象，加在又救倒回来。总预算前期行政院决定要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抬调，这地方首长也拢出声抗议咯。全台湾天气热热热，这高雄内门今下晡1点外出现38度8高温，这是今年全台湾上界高温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GG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早起5点外的时阵呢，有一个查甫人对台东坐火车要上北，一开始是手机无法充电，又去试这紧急通知的开关，该按打了后，却因为这手机伤过大声，互其他乘客来夹检举。列车长有去甲伊苦劝2解，想袂到这个查甫人却出手拍列车长，规个过程拢去互其他民众翕落来啊。经到第4车厢，发现列车长与乘客有发生争执冲突。该列车长表示要对其解除运送契约。目前伤势，但是手背上好像有晕伤，但是我们还是在求证中后依法侦办。交通部与台铁公司应立即承诺增聘车站及列车保全能力，严拟合理的密录器使用规范。台铁表示，数控的车主对台东出发无偌久，就接到通报。一开始也是讲这个查甫人手机无法度充电，就去试这紧急通知的开关，该按打了后，搁再因为这手机可能是伤过大声，影响到别人。列车长有去到迄个所在时阵，想袂到甲按打了后，对这个查甫人呢甲按打，查甫人竟然甲伊拍，那这铁路警察也赶到现场处理，甲这个查甫人带落车，含车花莲地检署侦办，那这个列车长已经提出伤害告诉啊。来看台中后里的七星公园区，今仔早起传出着公安意外，有2个71岁工人对这个6公尺高的营架摔落来，其中一个查某伤者是双脚骨折，另外一个查甫人呢，伊是把失去性命现象，加在是有救倒回来。台中市劳工局去到现场稽查，认为是无做好防护，依照违反这项法，上当会当罚到30万。一个看到媒体镜头，工人赶紧把铁门关起来，无愿意受访。原来这个工地发生有人落落来意外，也阁是伫军方营区内。日早起伫台中后里的陆军10军团586里的七星公营区发生公安意外，每个工人拢受重伤。那71岁女性病人呢，高速摔落之后有肢体挫伤，那目前看起来是双脚骨折，需要住院开刀治疗。另一位男性病人也是从高处摔下来，他主要的伤势在头部，我们发现他的头骨裂开，有脑出血的情形。其中男性伤者有伤到头，伤势较严重，目无性命迹象。经过急救了后，2个人拢暂时无性命危险。军方表示，当时进行的是营区宿舍大楼的新建工程，所向有工人落落来意外，好亲像是伫关楼时间无细致。应该是外墙的一个粉刷还有整理。要求他们依照公安的规范来做实作，然后第二个，这个公安的意外，依照程序我们也有通报给那个劳工局。军方强调，除了查清楚原因，嘛要求包厢强化公安措施，也甲自主管理。意外发生了后，台中市劳工局嘛派员去稽查。劳检处已立即要求停工改善，并处新台币3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台中市劳检处表示，初步了解，这个工地确实有违反安全准则，除了要求停工，嘛依照违反职安法对工程承包商开罚，并要求予以改善。目前原来启动这载个案管理服务，和因相关的关怀加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早起9点外的时阵，在台北市中安东路一个工地挖到一粒20公分长、已经生产的北极弹。这工地随通知警方要求封锁线，军方要派人来到现场随便处理啊。伫咧中安东路一个工地早起怪手伫咧工地挖到一粒北极弹，工地随去报警察。警察也烦恼讲会发生意外，随通知军方要封锁现场。国军派人去到现场处理，这个炮弹经过鉴定是无危险的，会依照程序来甲这个北极弹销毁。
讲到新北市三峡呢，进前发生真严重的车祸，这78岁教师到当时还未做笔录，病院表示讲伊的意识状态还阁爱观察。那新北市法制局表示讲，环保协会有经过被害者家属的同意，会协助申请加扣押。那交通部也要提出着高龄者换照、年龄调降等解决措施。不过，路权团体是认为讲，安尼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呼吁着爱检讨这罚款制度，也阁改善交通工程。伫纸条下话，每一句拢是真唔甘。新北市三峡车祸案发第4天，也是有民众到场。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因为有好朋友陪伴，所以才有勇气来。案发到9个人住院，其中7个高中生，有4个人伫加护病房。治疗了后有好消息，这几天有3人会转入普通病房。现在就是怕他会偷讨那个财产，希望是说大家一起申请假扣押，因为大家的力量会比较好。共阮住院的78岁姓余的驾驶也是无法度做笔录，院方表示伊的性命现象已经慢慢稳定，意识状况也有待观察。毋过有受伤学生囡仔家属对于肇事驾驶是毋是脱产表达担忧。跟财团法人犯保协会取得联系，目前据了解，他们都已经得到相关当事人的同意，也到法院去递出诉状了，所以这相关假扣押的程序都已经开始启动在进行了。新北法制局回应，环保协会已经得到家属同意协助申请加扣押。即摆专案嘛认定属有重大公路事故，运安会随立案调查，交通部嘛提出改革，包含收价高龄者换照年龄，毋过互路权团体这支底票无底本。你几年出生？今天是几号？你有没有色盲？这些完完全全非常简单的题目，只是简单的健检题目，没有任何的路考，没有任何的笔试，只是这样子就放任驾驶上路了。难怪我们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伫立法院前抗议，民间化工建立无分年龄的全面罚款制度，交通工程改善，也有修改考照制度。不过，就伫同一天，也有其他路权团体伫行政院前交请愿书，要求政府爱重视交通的系统性暴力。面对民团的诉求，交通部回应，甲官方这几年研究的改革方向同款，嘛搁再声明并无禁止坐伙人开车，是协助因搁较安全驾驶。行政院长都用台式5万，各项调查一旦赶紧查清楚，互校园社会赶紧搁再平静。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这交通安全的问题。昨下晡呢，有一个52岁查甫人，伊赛车经过彰化路中的校门口，去撞到这学校边啊病院的门口条啊。一个驾驶呢是有受伤，是无生命危险。加在这学生拢伫咧上课，无受到影响。监视器翕到一个穿乌衫的过路人，拄经过路口后，表示有一台轿车驶过来，直直对边仔的门条弄过去，车头规个变形，安全气囊也裂开，驾驶靠伤去互送去病院。虽然无波及其他的人，也是互过路人心惊惊。看个东西啊，看个手机啊，就跟同学聊天，对不对？对。现在呢？比较不会。那边人都要注意四周围啊，要啊，都还要，四周围都还要看，然后跟小朋友也要这样教。意外发生伫咧2日下晡1点外，地点伫咧彰化路中的校门。这台自小客车经过彰化市光复路，也有永福街路口，煞向对外口冲过去。因为19伫咧新北三峡才拄发生学区重大的交通意外，民众讲加在毋是伫咧上下课的时间，警方也对52岁姓施的驾驶进行纠测，初步排除假酒赛车。因操作不慎而自撞一旁的顺安医院门柱，所幸现场仅驾驶1人。身体擦挫伤，经送医救护后无大碍。为了改善过路人的通行空间，彰化县府伫咧大埔路上宽画一条大约1公里的标线型人行道，也有停车弯。市公所也会配合县府规划伫咧市区的中华路，也有和平路路段为第2条的优先人行道，而且规划汽车甲机车的停车格。双向各一线道或2线道嘛，就是会依照情况，只不过是因为中华路它路宽比较大嘛，所以路肩部分比较多，所以我们会用路肩的部分来去做友善人行的部分，这样。彰化市公所表示，这2个路段是配合年底伫咧彰化举行的台湾设计展来起造。初步的设计甲大埔路相像，也毋过中华路甲和平路的路径较宽，也会加强宣导。也敢需要延伸到学区，也要看成效来进一步做规划。公司新闻综合报道。2023年6月，这新竹县竹北市发生家事爆炸，造成21户人家厝受损，也那真侪居民是轻重伤。新竹家事公司赔偿1亿1000万，也含所有的住户和解。新竹地检署在今日的侦查终结，起诉迄当时新竹家事公司经理等3个人，那新竹家事公司也发声明回释的。
受伤的少年哈，我们在事故发生后1年的时间内哈，我们已经跟他做和解了。那我们还是有持续一个窗口，我们的管理部经理哈，持续跟他做联系，看他关心他的状况，他有什么需求的部分哈，都可以跟我们来提出来。新潮加速公司表示讲，对于这起崩案发生到单有建立有检讨甲改进，也建立着监督甲查核机制。针对3名员工奉起诉，讲会配合司法调查，理清真相。讲到这几天呢，全台湾是拢热热热，这高雄内门自下晡1点外时阵出现38度背关温，这是今年全台湾上界悬的温度。高雄气象站就表示讲，这是因为太平洋高气压，佮再加上透西南风，致使这温度规日来正悬，可能要等到24、25过去，南部有机会落雨，到时阵天气较凉快。日头赤夜，规个天看无偌济云。这2天南部的天气真正有热。22这天气象署针对7县市发布高温资讯，中岛温度上悬的头3名就出现伫咱南部。第1名内门38度8，第2名是屏东山地门38度1，第3名是台南玉井37度4。来到街路顶悬，民众不管是骑车也是行路，为着要闪日头，无啊雨伞、外套、手笼，各种装备拢出动。雨够热，落甲来食冰。啊，你出来的时阵啊，该做一寡炸一寡什么物件来防晒？就炸，就穿较长的外套，啊，甲迄个雨伞。卖冰淇淋的时候，那个冰淇淋刚做好，然后它就开始就是融化，开始往下滴了。小风风的天气，也过北冰的店家生意价真好。为什么南部的天气会这么热呢？高雄气象站表示，这是受到日头照射角度甲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温度清悬，云阁变少，西南风一头就甲小气带来到内门，无够力，阁吹出去就沉伫咧遮。也过内门正做全国上热的所在。讲日头咧照了较厉害。第2呢，就是讲咱这个高气压拄啊好影响到咱台湾地区，咱高雄。啊，第3呢，因为这个高气压的方向，自咱台湾这边呢，拄啊好带来这个西南风。加差3成啦，系啊，拢早出来，早收啊，无忝啊。你安尼做工课，你家己会迄落无？敢有差？有啊，我就家己食冰啊，一天食2-3碗。高雄气象站表示，民众出外要做好热日头的准备，因为23也过会热一天，可能要等到24、25起，全台拢有机会落雨。到时南部天气才有机会会较凉小可。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5月17日，台湾进入飞行加远了后呢，外界拢伫咧接起台电，这火力发电拢有伫咧捧。除了这台中电厂10台下拖拖机组有9台运转，昨暗高雄兴达电厂也有2台伫咧捧。台电表示，讲这边用的花莲和平电厂跳机，致使这备转容量率无到8%，才依法启动这兴达电厂机组。环境部也证实讲，无违反着环评的承诺。最后一台运转中核电机组5日1停机，减少3派强电。电到底敢有够用？已经全面改进起的高雄兴达电厂，后市原野出利益偷偷启用已经对应的3+4号烧炭机组发电。台电早起澄清，2台机组还未对应。也无偷偷来，当年碳改器所做的环评承诺，都是伫备转容量率比8%低时会当启用。台电一向就是依照着这一个规范在启动，所有的机组并联发电，在台电的公开网站上面，全部都有呈现，不会有偷来这件事。因为和平电厂跳机，南靠电厂税收，部分时段用电较力，台电才会去启用兴达3、4号烧炭机组，也毋过也爱遵守1年才会当运作720点钟以下规定。环境部长彭启明也证实，台电无违反环评承诺。佮一摆表示 PM2.5 主要来源去汽车顶移动污染源的贡献，已经比火力电厂较悬。我们希望说，用这种以用废发电这样的这个名词哦，其实尽量大家可以稍微少用。不过台湾健康空气联盟认为，裴部长的讲法只算部分对。佮指出，台中火力发电厂最近10台机组开9台，继续危害中南台湾民众的健康。佮认为，这几台老旧的阿林街烧炭机组早就爱退场，所以之前若被立委提出台电达成2028无碳中火的国家减碳目标。燃煤电厂若减去了后，这应马上低引到中南部在下风处的人，而且头先讲的，他的死亡率也疾病早产，足明显的减去就会生。
虽然台电强调，中火比起上高峰的时已经减碳600万吨，减负达到1/3。过去8年来，空污排放减少活8成。要毋过若被冷冻离毁，有关认为行政院规划2034年才无拖中火上班，所以提案要求提早到2028年达成。中火下度进行党团协商，要毋过未当达成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世总运这比赛项目真侪，来看这棒球。这男子35岁以上的队伍今仔日是台湾对这日本，包括着这周书这顶骨为体育的职棒球星，因有组一队山阳兄弟队，是以16-0拍败日本甲子园大师队。若讲到这招标的部分呢，91岁蒙古阿公800公尺摕到金牌，也是伊个人第5块金牌。猫呢？这球就打出去打看哦。第2局后半局，山羊队满队将这棒球车周书哲去代打，讲出正边外野的高飞球，差一点啊，都是满队的红木人，球迷拢感觉有够可惜的，嘛是真大声在替伊欢呼。世总运的野球赛男子35岁以上组的台日第一战开始拍，包括周书哲、陈冠金等几个体育的职棒球星组成的山羊兄弟队，对战日本甲子园行政人员组的大师队。哇！这棒咬到打到左外野方向，结果第7开始比赛了后，山羊兄弟队就发挥打击的功力。第1局后半局，国家队的上客林汉攻出场内的全垒打，将这棒球员甘富地同款攻出场内的全垒打。第1局结束就灌6分，第2局、第3局攻势无断过。球赛比赛拍满90分钟的时间在之下，中场16-0赢。电竞场嘛有精彩的比赛，800公尺的90岁以上组比赛一开始，91岁蒙古阿公就一路领先，落尾以3分43秒30摕到个人的第5块金牌。伊进前伫1500公尺的比赛，走出无够8分钟的成绩摕金牌，搁伫男子100公尺拍败昆凌的阿公摕到金牌。伫台湾老大公赢，伊讲家己会当伫场顶走到这么紧的秘诀，就是无食薰、无啉酒。남아긴 그 운들 좋아 horto 운들 좋아 다다랄 줄 바이르들 줄 다윈나한 바이르라。虽然讲世总运的比赛是真欢乐，不过所有一个参加电竞项目的，不是本国籍的选手，15领证报道了后，还未参加任何比赛，就伫20看医生，日一都因为白血症过身啊。我们这边也第一时间启动了相关的协助的机制。那我们体育局局长游竹平也前往探视，慰问家属。世总运执委会讲，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协助的机制，会提供家属必要的资源，卖专力来帮助处理后事的安排，嘛希望家属会当早一日来行出伤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基职博览会行起果，这高级大专校院斗阵排打，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也有专业基价。根据这教育部统计，讲最近这10年来，读高级的人数一直在降。就教育团体建议讲，要让学生看到基职教育的发展性，提升吸引力。学生海外做总破赛教学班，冇人为过去体验做精油，叫人用上新的科技来设计多样，再个放去咖啡饼顶悬。但是基职博览会2期起果，市府邀请高级大专院校斗阵来摆打，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参学校特色。高中会考结束，因要帮助学生来联办各科系，帮助因找出家己的兴趣甲未来方向。学校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体验这些。不同学校的科系。我刚逛了一圈，我对那个餐饮比较有兴趣，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做东西吃这样子。引进一些3D 的列印啊，一些 AI 的一些那个设备，我们也结合就是养生，然后有做一些创意的，让学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变化这样。这场博览会分做7大职类，包含商业、艺术、农业、工业等，借由饼会馆的活动来让囡仔接触无同的课程。不过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高级学生数逐年在减少，对103年度有49万人，到112年落甲剩29万人。有教育团体指出，除了受少子化影响，无可能是基职教育欠缺吸引力，低数学生选择意愿有较低。有些孩子可能都还在彷徨，那这时候你国中这边明确的一个适性的一个探讨，或者是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发展它的一个潜能，再加上后端，你要让他了解各个不同的技职产业后续的一个发展，往产业界或者怎么样发展，包括家长也会比较有明确的一个方向，他可能才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啊。那台南市112年高中甲高职就学分布是一半一半。教育局嘛讲，近来因积极向下定金推广基职教育，嘛强调新高中不是唯一的选择。
季节嘛是一条出路。希望学生对细汉有机会接触不同的领域，嘛了解台湾升学的可能性，做出适合家己的选择。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讲到这总预算前期，行政院决定要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抬调，引起地方的反弹。亲像屏东县的丰泰上济有52.5亿，若高雄市是排在第二，有51.9亿，也是6都内面上介济。地方的首长即马也拢出声抗议啊。总预算前期摊收，行政院拿利益申请实现，也决定统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三减幅度大约25%，引起县市首长气噗噗。其中丰山条上济的屏东县，县长就准备将目标寄向立法院。始作俑者就是立法院哈，没有任何的讨论就统删900多亿，大家要做事的政府都受到很大的一个阻碍。也当讲被耗不把赛，在这些南部的县市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我觉得这样对高雄市民不公平。根据统计，屏东县减少52.5亿上济，高雄3减51.9亿，是6都中上悬。台南市51.7亿，台北市是37.9亿，云林县37.6亿，苗栗县28.1亿，就连外岛平湖县也逢3减15.5亿。部分中南部县市因为原先的补助款济，所以也逢删掉也济。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不满，中央拢无先甲地方参详。砍的对象是社福、教育以及警消的基础建设，这个是刀到位了。在做这些预算的调整的时候，你有感受人民的痛苦吗？低收入户家庭及儿童生活补助费，这都是法定应该要有的经费，有可能发不出来。因为财政困难，已经无借钱空间的苗栗县，也非常的着急，话声希望有讨论的空间。直接这样子扣的话，我们到了年底，那一定会产生赤字哈。面对地方的不满批评，行政院回应，主计总处是依照立法院做法统一比例，三都地方一般补助款会先减完拨款，后就依照总预算实现状况调整。经过主总的核算，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不有问题，除了苗栗县，那么中央也会持续来支持他。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是不晓得听了哪一个内阁阁员的馊主意，干出这种违法滥权的事情啊！立法院绝对不会接受。高雄强调，原先是希望行政院存在，所以才有统筹数价。未删的是行政院甲因所属的机关预算。第三会伫立法院提主管机关这个内地议会第一案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移民署进前要求一寡中国配偶和中国配偶的囡仔，就要交丧失权户籍证明。不过，根据着这陆委会通知12000人，超过8000人无交，而且也拢无来办相关的手续。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表示，也有真侪人伫咧走文件流程，针对交文件进度，伊是乐观看待。移民署进前要求一寡中国配偶和中国配偶的囝儿补立丧失原籍的证明。陆委会伊指出讲，收到通知的12000多人内面，已经有1784个人立付丧失原籍证明。另外，申请旧结方式来替代的有880个人，申请延后去中国的有352个人，专案补助和辅导有485个，但算落来等于有超过8000个还未交，也是无提出相关困难。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话，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办理之中啊。对于现在的进度还比较乐观。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讲，根据了解，内面有真侪人是等待找文件的流程，亲像要带罕病查某囝到移民署外口去申请，表达讲因为家庭的状况，无法度找出时间登去中国办文件的中国配偶张妈妈，就讲已经请伫上海的厝内人斗3天，但嘛是对政府的做法不满。就这样说，你3个月不办，我帮你吊销，小侠你斗不过大金，你还是会办啊。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啊。我们能办上海算比较方便，可是我知道碰到很多问题也办不下来的啊。希望我们在延后，你也必须要拿出你真正有去办，测试一下政府的决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刘文杰强调讲，若是上尾日期到啊，政府一定会依法来行政，提起卖有测试政府决心的想法。其实陆委会第122嘛伫台北办一场非公开的说明会，提供中国配偶咨询服务和受理申请案件。陆配团体他们觉得说，
是不是能够去他们的区域啊？大家面对面这样帮大家解决问题。回应中国配偶团体需求，陆委会说明讲，接落来嘛规划伫北中南东等县市来办说明会，尽全力来帮助每个个案，互中国配偶伫台湾会当有完整的身份和权利，真正会当伫遮安居乐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在地囡仔衫品牌内衣房受到少子化一个电商平台冲击，昨暗宣布厂房要收起来，改爆红做。讲到这几年呢，这房路买物件渐渐兴起来，连台北网家经营超过50年，这卖囡仔衫的实体店面也伫咧今年4月时阵收起来啦。要是台湾囡仔衫第一品牌的内衣房，因为一直受到少子化的冲击，连续几年亏损到6.7亿。日夜暗时因发布动信表示讲，结束自有工厂的生产，改采委外生产的模式，会持续发展电商，甲工厂改做第三方的物流基地。2024年底结束自有工厂生产制造由部分委外生产改为全面委外生产，蛮可惜的，应该蛮多人固定，就应该有蛮多始终的粉丝吧，就是固定的客人，大部分都还是网络滑手机嘛，在家滑手机最方便。事实上，伫台湾囡仔衫的市场上兴的时期，除了内衣房，还有1/2机构和爱世界这国产的本土品牌，但是因为少子化和快时尚的囡仔衫的冲击，伊小国紧，佮常常出新的来成少年爸母来买，加上大家开始用手机网络来买物件，就连伫台北网家经营超过50档的囡仔衫实体店面，双拿囡仔衫百货，嘛伫今年4月关门结束营业。台湾的本土童装业者强化现有的产品开发力，甚至我们讲到这种所谓的亲子装来做推出。第二个是呢，可能去强化在电商上面的一个价格竞争力。专家强调讲，本土囡仔衫品牌只要积极转型，嘛是有竞争力。建议会当拓展佮做红鞋啊、幼囡仔的产业，除了会当卖衫，佮会当代理其他有名品牌的鞋啊、和肉珠啊这消费品，嘛是有真侪少年爸母愿意加开钱投资伫囡仔的身躯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诈骗内面，以假投资上届一人去哄骗，台北一个姓林的小姐，伊去哄骗4届，讲是要投资这加密货币了88万，想着去哄骗，想讲要来行底路。警方提醒讲，对方若讲稳赚几倍，就要特别注意啊，甚至到厝里甲你收钱，这拢是新型的诈骗手法。刑警动员全面出击诈欺犯走无路。趁查甫人酒车经历前后包围，抓到诈骗成员。2个案件的被害人拢是伫加密货币骗局，花光钱拢无了了。即马搁较是有一位林小姐出现讲出凄惨的经验，连续哄骗失败，损失外88万，干那假投资就占3败。我就跟我们会计姐姐说，我现在去13楼，那我跳下去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会计公司的会计姐姐就跟我讲说，没关系，你不要想不开，你就当做你做3年的志工。伊摆想要自杀，伊几啊摆伫社群平台，互身份的网友订到，一开始讲工作、讲日常，像朋友共款的关心，伫友情关系了后，才切入主题，声伊投资太特别。警方示警，除了条款高报酬、稳赚不赔，这句话也是诈骗的关键字。高报酬啊、低风险这些的字样啊，或是稳赚不赔的，或是到家啊取款的，这些绝对是诈骗。国内诈骗泛滥，尤其受害假投资案件数上侪，其中的加密货币毋能滥用作为诈骗，更加正做洗钱一大工区。就算当前有产业银行的通报机制，也毋过加密货币业者讲，要成功砸落来这的钱，其实有难度。法币进来到虚拟货币出去，有一些案例我自己个人所接触过的，可是那是5分钟内的事情。如果系统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发现这个入金，这法币的入金啊是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真的就是达不到。面对诈骗的问题，为修法查缉宣导，相关单位已经采取行动，也毋过到目前为止，诈欺伫台湾有完真猖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根据调查机关署上届新的资料显示，顶礼拜新冠疫情就医人数是19000人次，是今年的新高。医生也要提醒讲，这届这疫情的病毒变异株 JN.1 症状来了真紧，恢复较慢，而且目前有注疫苗的人无济，全国有注的干那8%尔，也推测讲这高峰期是伫咧6月中。
国内新冠疫情搁再压悬，根据疾管署5月20公布的资料显示，顶礼拜新冠就医达到1.9万人次。另外，有193例重症，4例死亡，就诊重症个案拢创下2025年高一礼拜新冠纪录。医师表示，这波疫情镜头来了真紧，就算有食药恢复的速度也会较慢。发烧，讲到迄种脑疼的，伊的镜头会较明显，嘿，讲。同样治疗以后伊迄镜头慢慢会改善，但是这波的迄个病毒株你的发烧、讲脑会疼伊迄改善的程度，甲进前的一寡病毒比起来，伊的好程度会较慢一点嘛。医师表示，预估疫情高峰期会伫6月中下旬，因为这届病毒是新的变异株 GN1。目前全国疫苗覆盖率敢若8%，65岁以上有注疫苗无到2成。建议除了挂嘴暗、食洗手，上重要的爱赶紧去做疫苗，降低感染或者是重症的风险。I see no objection.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虽然新冠疫情伫全球有较缓和，但为着因应未来全球搁再拄着别款疫情大流行，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也讨论着全球疫情的防范计划。伫5月20大会当中，计共有124个成员国同意，也通过大流行公约。若是出现大流行疫情，世界各国通得到药品、疗法和疫苗的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也发布声明表示，这是历史性重要时刻，未来世界也会更较安全。以下就交给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桂林是台湾西部伫咧种雪茄上界大产地，不过因为今年3月有寒流，今年雪茄的产量减少5成。若这玉井酸仔也是同款，爱分一斤爱上100块。今年要食这酸仔饼，恐惊是贵算算。伫咧桂林的这个果子园内底，原本这个时阵雪茄已经开花结果，而且一粒差不多有一个拳头母遐大粒，等到7、8月时阵就会当采收。不过即马算是连一粒拢无。你啊2、3月，咱正月、2月迄阵无介寒嘛。对。哦，特是行正是拢爱结果，结果就拢无法度开花严重的啦，会使讲这拢无法度个。同款嘛受到低温影响的，阁有玉井的酸仔，这产量是减真济，尤其是上受欢迎的爱文，价销直起，一斤已经超过100块。另外，亲像金红、甲玉文等等的品种，价销嘛是对咧压悬。即马水是大斤，恁来到咱市场上少拢爱85几两，差不多25块，因为今年气候的问题，产生因的量变少。越南玉井上有名的酸仔饼，店头嘛因为未堪得成本提升，所以对咧调悬价销。我们暂时调整是调上30块，要等芒果稳定下之后，才要决定说最终要调多少。芒果真的很贵，已经破了我们芒果冰做了30几年来的记录。我昨天去拿的话，最低是爱文是120，比往年大概贵差不多1倍多。对，那一碗芒果冰大概现在都略幅的调涨在20块钱的价差。台南市农业局已经派人到雪茄的产地去回勘财损的情况，嘛提醒农民就要先向公所提报相关的财损。接落来，农政单位会阁评估敢有符合救助的条件。因那台南今年的酸仔、油梨啊，阁奶子等等的农产品，拢因为低温影响成长，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拉力，因为传统罕药材需求红掠起台，对着时代进步，咱台湾的拉力已经无这款的问题啊。不过因也是爱面对这浓度高的伤害，全台湾的拉力剩2万只尔。高雄马头山的居民因着家己组成一个团队，被保育马头山附近的拉力。因为阿花的尾巴少了10公分，那所以在育幼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小朋友不是那么顺利，常常会滑落下来。这只拉力妈妈伊名叫做阿花，因为要扭扣流浪狗，甲它长去，造成伊饲囡仔有真大的困难。画面中会当看到细只的拉力，无简单才爬去妈妈的身躯顶，无几秒钟随摔落来，对另外一个角度搁试一摆，真正规只摔落去山骹。我是讲老啊细只才过水的。长期关心拉力的马头山居民，伫路边捡到马溜长去的阿花，细力家照顾，搁找着来研究拉力的教授，斗阵讨论要怎保护阿花。阮有一只猫诶，叫做阿花啊，伊野放了吼，阮发现讲伊有心啊，所以阮就做欢喜诶，继续记录，发现讲伊个生囝，所以伊规个生囝怀孕的过程，咱拢甲记录落来。
台湾拉里是台湾珍贵稀有的特有种，目前全台敢若剩2万只。早期互人错误认为伊的壳有中药的价值，互人大量掠去刣。即马经过政府的宣传，虽然台湾无人甲伊掠去做中药材，不过目前面对的新挑战就是流浪狗会甲因伤害。国外主要都是非法的捕猎、非法走私的问题，咱台湾主要问题就是路杀跟狗仔互狗仔咬的问题，是即马阮看到较严重的。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台湾有超过7成的拉里是互流浪狗咬甲受伤。农业部表示，未来会加强社区保育的工作，以码头山的居民做例来推动保育全台湾的拉里。记者陈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嘉义县政府配合民间团体，伫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启用即时照顾中心，提供在地化甲整合性的中照服务，要串联到社区的老人食堂甲中照站，希望偏乡的时代同款有人照顾甲陪伴。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是阿里山族族上大的部落，将来原本的卫生所搬走了后，天主教中华圣母社会福利基金会用7年的时间整修内底的空间，成立日照中心，要来照顾偏远山区的原住民长辈。这日间照顾的设备设施，阮拢教阮伫山骹用的同款，拢是针对这老人适用的、安全的这个器材。伫咱山顶老时代，唔免讲到老的时阵，咱就爱落去到山骹去用照顾。地方政府配合民间团体，计用投入1860万。伫这个海拔1000公尺的山区建设这个日照中心，佮结合原本的老人食堂甲医疗单位，要替部落的长辈提供完整的照顾环境。是我们嘉义县第29间，那是由我们中华圣母这边来经营的。那结合卫生局、这大家的医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照顾体系。阮拢共有3种服务，第一就是阮有一个长青活力站，就是一个戏剧点，另外就是讲，阮有一个老人的食堂。那这个日间照顾中心呢，照顾的就是较适龄的老人，所以讲，阮为健康的老人照顾到适龄的老人。嘉义县政府社会局表示，这个日照中心的服务范围包括达邦、罗亚、定位啊、士地甲里甲等部落，结合山区现有的居家照护、巡回医疗，希望让山区长照的服务会当符合在地甲方便的需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照顾食物人有真侪爱注意代志，长期伫咧照顾食物人的创世基金会，因表示讲，今年大款竞买这社会做公益寄回情形，平应过减3000万。对民间团体企业看到这款的情形，就出钱出力，就400个志工去到全台湾20个园区据点照顾食物人。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左边也有。美容师替食物人加精加抹精油增加皮肤的保护力。长期照顾食物人的创世基金会，为着要让园区内安养的食物人通得到如何的照顾，即个邀请专业美容师来做志工，用因无同款的角度来分享照顾食物人的美感。因过捌做过护理工课美容师提醒讲，食物人因为无法度家己变身甲叮当，所以经脉流失真紧，皮肤脆弱，上惊翕甲地。血液循环也不好，压太久了，那就是一样要勤翻身。在病床上面，它可能肌肉流失，然后胶原蛋白流失，那他们的皮肤变得非常的薄，非常的脆弱。那所以在翻身的时候啊，就要注意一下，说就是要动作要轻柔，那减少一些压力跟压迫。如果家里有一个族人，有时候真的会拖垮一个家庭哈，所以我们秉着帮一个族人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哈。那因为就是以目前我们全台来讲，我们服务的对象，有安养有到宅哈，那大概有3-4千位，那当然还有更多需要我们照顾的哈。那这个就是随着高龄化，这样的人口也会越来越多。创世基金会表示，目前伫全台湾的园区内有安养约800位食物人，根据统计，照顾一个人每个月的开销上无就要5万块。基金会长期靠社会的爱心寄付来照顾食物人，不过今年受到政治经济等等无稳定的影响，寄付的金额是比往年减少3000万。有企业一个民间团体总会捐出320万，嘛招400位美容师，未来要到全台湾20个据点做志工服务。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后盾一直推动我们和善跟我们创世来以此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把爱大大的传出去。那这是我们企业主所应该做的事情。创世基金会表示，为着要落实在地安养，避免家属分配，嘛当地规划发展的新园区，也有家己要扩院，希望会当照顾愈侪弱势家庭，嘛希望透过企业佮有民间慈善单位的合作，会当带动社会斗阵来关注公益和食物人的福利。
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清华大学30名学生志工今年休乱的，要载231台中国的电脑去到非洲4个国家，把这寡无赖电脑捐予当地学生使用，帮助资讯科技较欠缺的非洲国家，也会当和世界接触。学生围伫电脑边啊，感觉足好奇的，哪看佫会哪问安怎用？这是去年清华大学学生来到非洲肯亚，甲当地学生使用电脑的画面。去年参加国际志工的清大学生讲，这段经历让伊充满感动。他没有看过电脑是什么，然后是我们把电脑带过来，他才有办法第一次碰触到只存在于书本上的事物，所以他很感谢我们带来了这样精彩的课程以及相关的设备。那种种的感动都促使我今年想要继续回到斯瓦蒂尼进行服务。今年清华大学嘛准备伫咧暑假，甲募集来200多台二手电脑送到非洲的国家，可以教当地学生囡仔安怎用电脑，协助这非洲资源较欠缺的学生减少数位落差。每个学校大概会有7台到15台不等，对，然后我们会到当地建立一个小的电脑教室，那就提供他们学生有使用电脑的机会。这样，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能量能够外溢到友邦比较欠缺资源比较欠缺的国家，然后来嘉惠这些年轻的学子，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来讲，其实何尝不也是提供我们同学呢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打开视野。学校讲，今年上大特色是第一届把 AI 教育课程放入内底，针对当地网络、软体、电脑设备这条件，来设计出适合教学方案，来教学生了解 AI 在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对社会影响。透过交流活动，也替台湾做好国民外交的工作。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电视剧《花甲男孩》作者杨富敏以另外一部散文《我的妈妈欠栽培》，2019年获台北市立国乐团改编做同名的歌曲，经过6年啊，最近佫要再搬上舞台。故事是讲，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代，有真侪女性拢是为着家庭牺牲家己。不过面对真侪代志呢，其实这女性拢有家己的智慧，甲想要实现的理想。这表演团队希望透过歌曲，互无共角色的母亲，成做舞台故事的主角。一句恁查某人毋捌，叱咤济女性心肝底上深的遗憾。这出歌曲就号做《我的妈妈欠栽培》，是台北市立国乐团对同名的散文作品改编来的。歌曲的编导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有真侪女性拢是为着家庭牺牲家己。不过面对这代志，其实女性拢有家己的智慧，甲想要实现的理想。这出歌曲伫2019年首演，经过6年，但要搁搬上舞台了。真侪妈妈拢甲你讲我当初就是欠栽培就无迄个机会啦，就小弟小妹就搁读册，所以我就爱较牺牲的什么一阵妈妈，一阵查某人伫即个庄头，安怎当时面对因家己的困境。这出歌曲由台北市立国乐团现场演奏和角色演出，音乐四句联嘛结合台湾戏曲，也有本土歌谣等等，来讲济台湾母亲的生命故事。国乐团的团长表示，当初会做这出歌曲，都是因为心内有想要讲台湾故事的使命感。原著作者杨富敏嘛是《花甲男孩》的作者，伊表示会当看到台湾文学这几年有真多元的转移，嘛互伊真期待文学改编的作品会当花开满山屏。嘛袂使讲一直拢演西方外国的作品，因的迄是因的文化，咱会当演了搬了就好。不过咱还是要有家己的文化、家己的作品。台湾文学研究所出身的，我读硕士、读博士的一路，而且我嘛是一边研究一边写作，搁一边拿文学塞入咱的生活内底，所以我感觉台湾文学有足珍贵的题材，咱共同来分享出去安尼。我的妈妈欠栽培这出歌曲，除了会看到济种母亲的形影，嘛反映真济台湾社会的状况，亲像新住民都市开发的议题等等。歌曲拍算自5月23开始，在台北和高雄拢会有演出。团队希望把这出歌曲当作写给所有母亲的敬佩。
记者卢昌祖、郑俊尧台北报道。咱国内头一个用文学家号名的公园——洪胜夫文学纪念公园，伫咧2007年的时阵落成启用。为了要方便将更加了解洪胜夫的作品，有民间人士主动捐钱，由文学家吴成坑园等人来规划，伫公园内面呢设立文学廊道，民众来到公园运动的时阵，就会当哪读这文章嘛。散去了，散去了，乌面镜啊！咱就下咧囡仔摇啊摇。读史纪念作家洪胜夫、乌面镜啊，甲散戏拢是伊的代表作。这是中华二林的洪胜夫文学纪念公园，嘛是台湾头一个以文学家落去号名的公园。即阵有民间人士主动捐钱，伫公园内增设文学走廊甲主题石碑。乡土文学会使讲是咱的祖产，所以这个祖产啊，拢无好好来发挥，互在地人大家拢了解讲，咱有这个祖产，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洪胜夫是台湾真出名的乡土作家，虽然为意外早早就过往。2007年，文化局设立洪胜夫文学纪念公园，用代表农村的雕塑作品纪念洪胜夫。即阵佫增加文学走廊，有洪胜夫的小改甲文学作品，嘛有其他文学家纪念洪胜夫的创作。文学廊道就是讲一条路，一条路将伊的作品各种小说啦。啊是讲诗，透过伊的作品，甲对伊了解，啊是讲有一个怀念吼，啊咱甲伊做一个解说。洪胜夫因为就是一个农业时代的学者，啊所以写的物件拢足关系一个迄个时代，嘛影响咱即马的学者，也嘛因为这个方面而写。中华县文化局表示，洪胜夫的作品多数拢是咧写农村甲残障人的生命故事，充满人道关怀的精神。所以来嘛安排洪胜夫的主题册展甲文学行搭，希望互大家更较熟悉这位爱乡爱土的文学家。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川总统上任以来，为了这土地改革争取经济顶议题，美国和南非关系是变甲真歹。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为着要改善经贸关系，是一起到北京访问。川伫咧专程直播新闻记者会当中，强提出影片和资料，问南非总统不受别人土地迫害、别人农夫这寡问题。不过这拉马福沙是真冷静来应对，外界俄罗讲伊真定着。南非极左派小党经济自由倒数的领导人马奈马的极端言论，被做美国总统川普质问南非总统拉马福沙迫害南非白人的造产人，攻占白人土地的证据。What would you like President Ramaphosa to do about the situation that we've just seen on the screen? I don't know. Look, these are articles over the last few days. Death of people. Death. 川普伫现场放送的影片，其中一段出现一大片布满是日嘅电野的景象。川普讲，迄是台几啊千个罹难者的蒙阿波。拉马福沙是看甲无煞煞，表示讲伊唔捌听过这个所在。媒体事后去查证，迄是2020年伫夸祖鲁纳塔尔省一场示威抗议活动内面藏的装置艺术。But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 You do allow them to take land. Nobody can take land. And then when they take the land,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And when they kill the white farmer, nothing happens to them. 记者会专程直播开放记者提问，没想到 NBC 记者一直问川普卡达送飞行机的证据，和川普是真无欢喜。结果伊就开始讲 ABC、NBC 和 CBS 都是假新闻的媒体，川普是愈骂愈歹听。拉马福沙想要来到圆屋消透气氛，结果川普的回答，互大家是听一个公面。I'm sorry, I don't have a plane to give you. I wish you did. I take it. I would take it. If your country offered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 plane, I would take it. 公司新闻王慧文翻译。
所以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最近的天气，讲到即马呢，这对流云系发展真旺盛。目前台北、新北、桃园是发布雷公号的即及时消息，这落雨会落到暗时8点半左右。也请来观众朋友呢，要注意单雷公，抑个有强阵风。山区的所在呢，也要注意崩山、塌石啊，甚至是溪水中下情形。来讲到这明仔载呢，这彰化以南抑个花莲，可能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是这台南、高雄、屏东。可能来到38度。明仔载天气安怎呢？来看咱的气象预报。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4度。抑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